各位乡亲，咱来关心天气。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，今仔日全台湾上低温是伫咧新竹县西，干那4.7度、4.8度；台南下营是6.9度，也那高雄、内文是干那7度。礼拜一开始，因为强烈冷气团到位，规礼拜北部日下的温度拢无甲20度，西半部较凉快的所在，甚至可能无甲10度。 即间伫台南的正左的果子园，结真侪蜜枣，毋但甜度有15、16度，即个月下旬就大量来生产。特别是果子园内底要设气象测站，初三测到当地只有8.8度的低温。它会观测的就是有温度、湿度，然后雨量，还有风速、风向，那对我们的实质影响可能就比较容易判断。 观测的资料对着农民应用气候做农业管理有帮助。若要申请农业保险的赔偿，也使做依据。只是真无简单，初四出日头回温，到拜一上班上课的日子，全台湾已过真寒咯，预计要冷到下礼拜6才回温。台北站可能会落在大约是12度或者是11度左右一个温度，但是如果有辐射冷却影响的话，不排除会再更低一些。中央气象署统计，测试透早，因为辐射降温的影响，全台上低温是伫新竹的关西工作站4.8度，苗栗地区包含国一、也个自桥这所在拢无到6度。因南台湾台南下营是6.9度，高雄内门是7度。中央气象署讲，下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会影响台湾各地较寒。拜一甲拜二，正方面有雨，高山注意路面结冰。拜三转做大冷，尤其是西半部地区一定要注意辐射降温的效应。也即较空旷所在透早有可能搁再出现无到10度的低温。下一波可能强度相当的话，应该有些地方也会掉到大概6度以下。像今天清晨出现的，也都是在新竹苗栗的山区，就是比较丘陵地的那些地方，就有可能出现这种很低很低的这个温度。台湾最近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，各地气温下降。根据消防署统计，初三总共制到29件非创伤性乌卡案件，提醒较早出门、较晚转来民众爱注意日夜温差真大，一定要穿好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